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去中东访问，集车时已经靠到卡达。上新消息是，卡达即马要和波音公司签订单，因要买210架飞行机，这是价值960亿美金。川普表示，这是波音公司有史以来摕到上大的订单。We will now witness the signing of an agreement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卡达国营的卡达航空接次签协议，采买美国波音飞机，这是卡达航空史上上大笔的订单，包括130台波音787梦幻客机、30台前正久的777-19公体客机，还有50台飞机的选择权。卡达航空也甲美国航太发动机制造商基翼签协议，为波音飞机提供超过400台配挂引擎，这也是基翼史上上大笔的跨地飞机引领订单。After signing these documents, we are going to another lev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oeing, that's the largest order of jets in the history of Boeing. That's pretty good. 140, was that a 140 or 160? But you're right, it's actually 200, including the 40, so it's over $200 billion. 波音最近因为重大飞安问题，制作的缺失、成本超支，抑有罢工的问题困扰，而且受到美中贸疫战的影响，中国取消接收飞机。北京估计波音飞机这项交易是960亿美金，并且讲这项交易将会为美国带来1年154000个工作机会，并且在咧规个生产加交付期间，带动超过100万的就业机会。川普出国访问的第一天，在咧沙特阿拉伯突然间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所以在当地甲叙利亚临时总统夏达见面，强调目前是写叙利亚历史新页的机会，要来接去卡达。卡达航空的官方讲，这边交易将会让233台飞机的机队规模增加要到1倍。川普在咧出发进前，卡达提议讲要送一台价值4亿美金的豪华飞机，当作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新飞机使用，也可能引起大家对川普要接受飞机，并且一直辩护有更加侪检视甲想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